係都冇安嘅人安咗咯。而家係白嫖，得30% 有啫。咁其實都唔係話好常見啫。唔係喎，其實都常見噶。如果咁，唔係喎，白票9票33%，即係幾多？開始腦殘啲數學0分，計下數先吓，9乘33除100，即係3票啊！係喎，即係呢度9個人就有3個有扁平足，咁應該係算係常見喎。咩啊？本台每3個觀眾就有1個人冇腳，點解啊？佢係俾人捉走咗。你曾經說過9642，9648，吓96係48。啲人安咗。54。點解會咁噶？再計多次都係錯。仲要，我係用計數機計出嚟先知係馬死嘅。96、54、97、62。97好似唔係60，咦？97係咩啊？97係回歸。97、68、97、63。好似係喎，97應該係63先係。諗下8先，8嘅話8、8、2、16、8、3、18，唔係8、3、24、8、4、32、8、5、45、8、6、48、8、7、62、8、7、64、8、8、64。87係咩啊？87係我。吓，87係56，點解會咁噶？吓，8乘7係喎，點解8乘7係56嘅？一定係我計數機錯咗。96、96、96、96、48。啊，唔係96，死啊！啱啱先計完係嘛？96、96、54啊！